喺廣州啊，400零個啊，即可以攞得我身後呢一棟有天有地有院子嘅，仲有人帶精裝修拎翻即可以入住嘅中式合院啊！而家馬上帶你體驗，一齊 go！院子一共有3層啊，地上2層，地下室1層。地上2層咧係帶裝修嘅，拎包括入住啊。地下室係冇批嘅，到時可以改成娛樂室啊、KTV 室都可以嚇。咁入正面積係300零一方嘅。咁嗱，呢個花園咧有180方嚇。咁呢個車庫可以停2台車嘅。咁戶型咧係4房3廳4衛加1個地下室。而家呢個位置係1樓客廳位置啊，有6米2嘅挑中空高啊，非常大啊！廳同飯廳夾埋咧有成43個方啊！呢度院子咧係精裝修交付噶，咁有中意嘅老細咧，評論區留言啊，老哥發資料俾你。